內欄尾4上多少，後邊3隻好精神都靈勇士掟大外檔係標誌星球嚟㗎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仲係智旺財啊，好分追佢㗎啦，中間位置翠兒威威上，馬林中間仲有龍船快，出邊係川河首區啊，大外檔係標誌星球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，智旺財佔先半個身米，逢馬過馬係呢隻川河首區上緊嚟，中間仲有隻好分，接近終點川河首區贏啊，智旺財第2，第3名呢就好分。第4名啊嘛，咁啊臨尾有啲力弱嘅，翠兒威威外邊呢，又睇下追唔追得切啦，係標誌星球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，呢隻川河首區基本上都衝再戰㗎啦，今場賽事都保中啦，咁啊放得快跟得快嗰啲馬都得喎。智旺財跑第2，第3名嘅馬係好分，咁啊至於第4名咁啊好接近啊，外邊位置標誌星球入邊呢7號淺藍衫係翠兒威威需要影相。好啦，衝再戰，保中啦！呢匹川河首區上個禮拜輸俾隻農民邊影，今個禮拜呢夠快步速翻嚟贏馬，智旺財都犀利喎，前快後銀。